针对明年度的总预算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昨下晡调集朝野协商，希望找出共识。落尾结论是朝野是同意11月初1、初5这2天，会邀请行政院长甲主计长相关的部会报告总预算的编列，而且接受质询。民众戴帽啊，穿红帽，唔惊风雨。伫立法院外口，南洋招关注民、医护、甲农民，诉求行政院关注民紧缺补偿，都爱变好教业。公牛收购的计数爱起，还有提悬健保点答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亲身出席，外口的民众大声提出诉求。立法院内底嘛为总预算案持续交锋。立法院长韩国瑜24下晡，搁一届召开朝野协商，超白平所在也是卡伫紧缺补偿。21条的原住民的一个基本法里面，它就规定到支出，然后它18条里面就是规定到收入。如果不足的部分，我们由基金的财源先行去支应，那支应的结果不足，我们在以后年度来拨补。你依法编列，这不是难事啊，你就把总预算做相关的一个预算的一个调整。你如果是用基金的方式来做拨补的话，但明年后年呢？若被这个用关注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来拨补是违法违规。另外，提关公牛收购的计数嘛是攻防的焦点。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讲，目前起肥料甲农药嘛起价，所以干那公牛收购的计数13年拢无起。13年没调啦，为什么不调呢？工资也涨了，物价也涨了，军工价都调薪调了5次了，劳工的基本工资已经调了几次了，凭什么上弱势的农民不照顾呢？民进党强调讲，若搁一届甲总预算动落来，就是无咧要意所有的民生需求。3兆的总预算如果持续没有办法往前推进，又有台风要来了，新增的159亿的治水预算能不能够被支用呢？在新年度。针对到阳台进前捌讲，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会思考适限的可能性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，目前还未讨论适限救济。民进党立院党团早起开始，在议场的门口轮班点伫遐，要拼25议会会当优先提案，后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会当顺利付委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